正升格，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，之前因为爆消息讲到为武汉倒来到台湾，这台湾人隔离的所在引起话题。拜二、拜三小连续2天，拢无安排公开行程，嘛无安排互人访问。专权由副市长黄珊珊来发言，不离个郭文德今仔日参加公开活动进前，就正接受媒体访问，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。老实讲哦，细节还是。因为那时候细节我背不起来，所以细节请那个防务市长再跟你们讲，因为他等一下好像10点，我们10点那个固定会开那个防疫会议嘛，所以防疫有关问题他会跟你回答。那现在台北市已经有掌握了吗？掌握相关，你们现在掌握到什么样子的程度？还是那样，细节我是不晓得。那现在有什么样子应的做？因为昨天新北市已经先去9份消毒了，那你们现在？那一样嘛，要先确认他去过哪些地方才能够消毒啊。因为现在有说他们，比如说像中正纪念堂、101故宫这一些，他们都有去过。那你们现在有在跟这一些单位来做联系，然后跟他们确认，就是说要怎么去做？还是一样的哦，先做什么事情哦，先确认，所以应该把确实去过的地方出来，也不要就捕风捉影了，也不需要 ，OK。像口罩实名制间上路，台北市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吗？你觉得1个礼拜2片够用吗？口罩？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们大概今天9点开始卖嘛，我们大概有告诉说那派出所的警察那些我们在台北市680几个那个特约的药店，你知道哈，健保药局，大概在9点开始，警察会到场稍微关切一下，因为我认为大概。我想不用1个钟头，大概就卖光了啦。那7天2片够吗？这个这样的，这个有需要的人才买的，你大概还不需要。其实不见得每天要用。其实，在空旷地区是不用带的。我是到这种密闭空间，而且我也不晓得到底谁要来呢，才需要带。如果像我在办公室，我就不带了。所以你们会看到我带，是因为在公开场合的。如果我在办公室，我也没有带。市长，你之前说出这个隔离所的位置，詹顺贵说这是你精心策划的，就是阴谋论。那这个老实讲哦，我跟你讲哦，选举都结束了，怎么这些1450还在上班呢？奇怪。你觉得你现在就是有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不好是这样的，我也觉得台湾的，因为我自己是医界出身的，所以我对台湾的医疗体系非常有信心的。特别你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副总统当年就是 SARS 的时候是卫生署长，所以你看哦，你看哦。其实这一次那个时候，美国还说他预计中国是最惨嘛，对，台湾第2惨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台湾还防守的不错，你知道，所以表示台湾的医疗防疫体系本来就比世界上预期的好很多的。其实我会想过，我们非洲猪瘟到现在都还没进来，表示说台湾还做得不错，所以不过这样的哦，这个还是继续努力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整个防疫都还做得不错。那可是因为受到防疫不错，可是其实陈时中他压力非常大，他也落泪。没有，这个压力一定是大的嘛。这个所以我们也是，你看哦，你很多事情现在我也不讲啊，就是没有啦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的医疗体系大家要有信心的，而且我知道国安会一旦启动，我们的副总统还是很有经验的，因为这个他以前就是 SARS 时候他是卫生署长嘛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。第三反台名单爆发争议，市长你觉得谁的责任比较大？我跟你讲哦，这就两岸之间还是要有互信嘛，这个要夹带，就是大家其实还是这样的，要沟通嘛，然后大家要诚信的。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陆委会不相信对岸，而且就是说那个名单的部分，因为跟原本的落差很大。这个就是这样嘛。其实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互信，要怎么做事？那你觉得现在只靠台商够吗？蔡总统需要做些什么？就两岸现在只靠台商够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还是一样的哦，再呼一遍，现在我们的敌人是武汉肺炎呢，先不要在自己同胞里面起内讧啊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我们的防疫体系还是做得非常好，还是我觉得了不起的。这个你看哦，日本几个 case， 我们才几个 case， 而且我们台湾跟大陆那个往来密切程度这样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封锁得住，这表现还不错。所以怎么看那个徐正文这个人的扮演的角色？徐正文扮演的角色，您觉得？我跟他不熟。今天大家问的题目都不是很营养啊，这。那你怎么看？就是中国在最后一刻才公布名单，而且觉得说不需要隔离就可以回台。就是
这就是没有啦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两岸之间还是要有沟通，那大家互相信任的，这样搞一次的话，以后大家都没得信任，那更惨。现在台商如果要回国，害到更多人了，我们一定会更小心的。那你虽然说是他们现在两岸的包